啱啱搬嚟日本之後，我竟然被困更衣室，冇衫着，冇手機，仲唔知點樣開口求救。喺日本呢，泳池嘅更衣室同溫泉都一樣，大家都冇着衫噶。但係有次咧，我返到更衣室個碌卡竟然開唔到咯。我一直試咗好多次都唔得啊！我咩都喺晒入邊，真係好驚咯！救命啊！部手機鎖咗喺入邊啊！嗰陣時我先啱啱搬嚟大阪，我都唔識講日文，都唔知點算好。更衣室入邊冇人識講英文咯，我唯有用手勢求救，做一個好大嘅交叉，再指住自己個 locker。好彩咧，有個女仔佢睇得明我，即刻幫我打電話叫工作人員嚟，最後先至冇事咋。我曾經咧真係好相信，只要有部手機咧，去世界邊度生活都冇問題。但係直至到我真係冇咗部手機，我先知道原來我可以真係咩都做唔到咯。原來咧真正生活嘅能力係要喺你最脆弱嘅時候都可以保護到自己啊！老實講，我真係從來都冇諗過要喺日本住噶，而且咧嚟之前仲發生咗好多嘢，我根本就已經係極度懷疑自己有冇能力可以從頭嚟過咯。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係完全冇心機學日文噶。但係咧，經過更衣室嗰件事之後咧，我就冇再逃避啦，開始好努力、好認真咁學日文。因為我知道語言可以喺我最脆弱嘅時候保護我，而且仲會俾到勇氣我從頭嚟過。